你而家睇緊嘅係廣東電視台珠江頻道。經濟學大師郎咸平教授6月8號現身東莞嘉華大酒店，縱論國內外經濟新動向，為中國企業發展把脈，為企業突圍提供新思路。呢次郎咸平專題演講會由全球數貿產業聯盟、中國區數貿產業委員會、廣東省數貿產業委員會同香港大智科技有限公司主辦，導致文化傳播機構承辦，全球數貿產業聯盟等單位主辦呢次演講會，邀請著名經濟學大師郎咸平教授前來為廣大中小企業分析應對金融危機嘅策略。我很擔憂國際通貨膨脹死灰復燃，從而造成我們的成本再次失控。那麼這又是新一輪的打擊要出來了。論壇上由東莞當地企業家代表、數貿產業企業家代表同郎咸平先生進行互動，三人根據具體案例就企業發展問題進行咗對話。你而家睇緊嘅係廣東電視台珠江頻道。